方叔，啊，咱们家泰娜还没吃饭吧？啊，你在这2位小姐面前，各放一盘泰娜最爱吃的食物。泰娜吃谁面前的食物，我就选谁。太棒了！把它亮出来，懂吗？我喜欢。顾西城。奶奶，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哎，还不快给我奶奶祝寿！啊，祝老夫人！万事如意，寿比南山，松鹤延年，长命百岁，福厚如江，富贵安康，如东海，日月腾辉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越来越年轻，松鹤延年。胡闹！这里面到底哪一位是你的女朋友啊？奶奶，您看哪位好看，她就是我的女朋友。来人，把这些乱七八糟、不知所谓的人，都给我请出去！等等，老夫人息怒啊！这还用您动手吗？姑娘们，到我家去，我们继续 happy。奶奶，我请他们来都是来给您过生日的。我可消受不起，都是些什么人呢？一看就是缺少家教、没有素质的人。我们顾家虽说不讲家事，可是也不能在这些人里头选女朋友啊！我是坚决不答应的啊！奶奶，我没说让他们做我的女朋友，我只不过叫他们过来玩玩。玩玩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是该给你娶个媳妇儿了。老方，哎，这是全国各大高校的校花名单，无论是智商还是外表都是很不错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一个个的素质都非常高。你要是有孝心呐，就在这里面给我选一个孙媳妇，就当是你送给奶奶的寿礼了。奶奶，这样不好吧？怎么不好啊？你选不选啊？好，选。那，这个南宫琉璃长得还不错，就她了。就一个呀？你再选一个，做个备选。那，这个贺锦熙长得也还可以，就他俩吧。贺锦熙、南宫琉璃。嗯。老方啊，你派人去通知一下这2个姑娘，让她们立刻到我们顾家来一趟。是。啊，这么快？
是顾家管家说的贺锦熙吧？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你看起来不怎么样啊。现在我倒是放心了。南宫琉璃是吧？外表并不代表一切。胸大无脑的花瓶顾大少爷身边应该不会缺吧？要论胸呢，我是比你大了一些，不过论智商，我也不一定比你差哦。只要顾大少不瞎，我相信你一定没机会的。哼，这么自信啊！希望你能笑到最后。那我们拭目以待喽。两位小姐，请跟我进来吧。西城啊，你在这2位姑娘里面选一个做你的妻子。奶奶，您这是给我出难题呀！一个美艳，一个清丽，我还真是不好选呢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她们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，你选吧。奶奶的眼光我放心，您选的人一定是最优秀的。哎，我倒有个想法，方叔，啊，咱们家泰娜还没吃饭吧？啊，你在这2位小姐面前各放一盘泰娜最爱吃的食物，泰娜吃谁面前的食物，我就选谁。你这孩子，你又胡闹什么呢你？哎，奶奶你就别管了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给你选一个出来就是了。方叔，快去啊！哎，是。看来我们家的泰娜不喜欢这位小姐，那么我就选她吧。奶奶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我上楼了。你这孩子，你真调皮。2位小姐，慢走。没想到顾西城竟然用这么可笑的方式来选择，是挺可笑的。不过你也不要得意太久，还不是因为好运。说到底，还是我成全了你。运气有的时候也是实力的一种，就算自己什么都好，运气差，恐怕也成不了大事儿吧。那好啊，那我倒是要看看你的好运能好到什么时候。顾西城身边美女如云。就凭你的姿色，就算当了总裁夫人，你的位置也坐不稳吧？这些是我的事，用不着你替我操心。好啊，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。
季常啊，奶奶，奶奶知道你对我有些不满，你是不是觉得奶奶在逼你结婚呢？奶奶没有，我没有要怪您的意思，因为我们之间根本就不认识，突然一下要生活在一起，还要睡在一起，我怕我适应不了这样的生活。人这辈子啊，总是要找个伴儿的。我年纪大了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啊，就去找你爸爸他们去了。所以趁我还在，就想给你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媳妇儿陪着你。人和人之间啊，那都是相处出来的，知道吗？奶奶现在唯一的心愿啊，就是能早一点看到你的孩子，那样我也就没有什么好牵挂的。奶奶，我答应你，结婚。那我倒是要看看你的好运能好到什么时候。顾西城身边美女如云，就凭你的姿色，就算当了总裁夫人，你的位置也坐不稳吧。你的脸型很好，不需要动刀。医生，我并不想开刀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让我的下巴更尖一点，脸上轮廓更好看一点呢？你如果一定要做调整的话，脸部嘛，打一些瘦脸针和轮廓针。下巴，我可以给你注射一些药物，起到填充的作用。好，那我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做呢？我想快点，因为我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好，我现在就给你安排注射，让你做一个完美的新娘。好。你说什么？你要结婚？对啊，请柬不是给你们家送过去了吗？你脑子进水了吧？说结婚就结婚的？我奶奶年纪大了，想抱曾孙子。那真爱呢？不找了？真爱继续找，婚呢该结结，结完婚呢该怎么玩怎么玩。没那么简单，结婚了，宝贝儿。结婚呢就是安抚我奶奶的心，我奶奶开心了那就好了。至于以后的事儿，以后再说喽。以后再说。好，作为兄弟，我配合你。过2天，我也结个婚玩玩啊！够意思。我的脸到底怎么回事？何小姐啊，根据检查的结果和观察，可能你自身对于注射的药物十分的敏感，再加上你的免疫力低下，以至于引起过敏的反应。就是说我被你们毁容了，是不是？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知不知道我嫁的是谁？你赔得起吗？何小姐啊，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，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。这种药物在其他人身上注射的时候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反应。这次的事情啊，是个意外。不要跟我谈什么意外，你现在就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何小姐，你别着急啊。现在我们医院无法对您的脸部过溢的情况进行处理，但是我们省外的总部可以处理这种情况。这样我们会负责手术的全部费用。不要再说了，你就告诉我，我的脸到底能不能恢复？能，或许比以前更好一些。
放心吧。太好了，谢谢。谢谢亮，这个客户是亮主持人，加油！好嘞，妍希也说好了，谢谢。小叔，妍希，嗨，哎，妍希，啊，谢谢，太谢谢了，快点。妍希，你又来看阿姨啦？对呀。哎，妍希，吃饭已经挂好了，这还没洗澡呢。我来就好啊，谢谢。爸，你睡醒了没有？刚才我今天给你做的是什么汤？当当当当，猪肚汤，高不高兴啊？妈妈，你是大懒虫啊！妈妈，今天打工的那家店老板给我涨了工资，觉得我表现特别的好，以后呢我就有更多的钱给你买好吃的了。喂，贺锦熙。你好久都没看过妈妈了。她不是一直都那样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那个时候妈妈对你多好啊，现在她生病了，你对她不管不问就算了，你还这么说她，她知道多难过。行了，我今天找你出来不是听你说这些的。妍希，我这次找你出来，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。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忙？西城啊，医生又要去找你那些狐朋狗友们玩啊？哎呀，奶奶，瞧您说的，司徒他们可不是狐朋狗友，他们可是我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哥们儿。哥们儿，你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整天还这么外头乱跑，你自己的婚礼你不管了？哎呀，奶奶，这婚礼不是有你和方叔他们吗？啊，哪还用得着我呀？怎么用不着你呀？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你自己的事儿。哎，奶奶，咱们可是说好了的，只要我答应结婚，我出人，其他所有乱七八糟的事情都交给你们。啊！我什么时候这样跟他说的？哎，你可不能反悔啊！你这孩子，奶奶，我快来不及了，我得走了，拜拜拜。哎呀，新城，你看这孩子，永远长不大。哎呀，少夫人，成家立业，等少爷结了婚，有少夫人管着，就会好起来。哎呀，但愿如此吧。不行，我绝对不会替你骗人的。为什么？我可是你亲姐姐，就这么点小事你都不愿意帮我？你还知道你是我亲姐啊？我们两个人分开了这么多年，我没有想到见面的第一件事你就是让我去替你骗人。你现在脸不好，你跟别人说清楚就可以了，婚礼可以改天再举行啊。那你为什么非要用骗人的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呢？你懂什么？你知道我要嫁的人是谁吗？那是神龙集团的顾西城。我运气好，被顾老夫人选上了。要是因为这件事退出婚礼，婚事也许就会黄了。这个忙我帮不了你，我还要照顾妈妈呢。苏妍希，你不是一直都想妈妈醒过来吗？如果你答应帮我这个忙，我就把妈妈带走，就给她治病。我有个朋友告诉我，现在有种新型的治疗方法，能够唤醒植物人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当然了，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回去查一查。我知道了。人在江湖飘啊，谁能不爱到啊？两刀干死你呀，四刀干死你呀！你
儿去。来，进去。听我说，人家长得很漂亮，这么主动投怀送抱，拒绝人家不合适吧？就是啊。你等你结了婚以后，就没这种好事儿了。哎呀，你能不能不说结婚的事儿？我跟你说啊，那个姑娘一看就是有目的的心机婊，想套住我，对不对，安娜？对，就是想套路你。我的天哪，人家太天真，没有看出来全是套路啊！全是套路，敬套路一杯，来。来。